喺神嘅旨意入邊，作父母同兒女應該係要點樣？我哋嚟睇下以弗所書6章1至4節係點樣講。作兒女的，你們要在主裏聽從父母，這是理所當然的。當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長壽，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。作父親的，你們不要激怒兒女，但要照着主的教導和勸誡養育他們。